靈命成長動力，猶大書20到21節。對於成為一位基督徒，我鼓勵大家要不斷地反省一個重要問題，就係跟從耶穌對你嘅生命有啲乜嘢意義呢？或者推闊一啲，作為主耶穌基督嘅門徒群體，我哋信仰嘅核心又係啲乜嘢？點樣活出信仰嘅核心價值呢？我哋信仰嘅核心係耶穌基督是主。作為教會，我哋堅信耶穌基督先至係掌管萬有嘅主宰。對於呢一個宣告，唔會有好多人反對。問題往往唔係呢一個信仰核心，係點樣活出呢個核心嘅價值。今日準備透過耶穌肉身弟弟猶大俾猶太信徒嘅短信猶大書，思想門徒群體點樣活出信仰嘅根基。猶大書只有1章，請聽我讀出第20到第21節。親愛的弟兄啊，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聖靈裏禱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，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，直到永生。猶大書嘅作者猶大，當然唔係嗰個出賣耶穌嘅叛徒啦，佢係耶穌肉身嘅弟弟。耶穌喺世上邊嘅時候，佢可能仍然未跟從耶穌，但係當耶穌死喺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以後，佢就確認原來同自己一同成長嘅長兄耶穌就係彌賽亞。至終佢成為教會嘅領袖。佢寫猶大書主要係因為當時教會面對異端極大嘅迷惑同埋衝擊，所以佢要鼓勵信徒喺信仰上站立得穩。今日嘅教會，不論係喺世界任何一個地方，唔單止係面對異端邪說嘅挑戰，而且面對好多唔同嘅理論、唔同文化衝擊。我哋仲喺度面對基督教信仰被邊緣化嘅衝擊。邊緣化嘅意思係我哋已經俾人排擠到認為係過時嘅、唔合潮流嘅古老思想。要持守純正嘅道理，要踐行聖經所宣示嘅道德倫理標準，會面對嚴峻嘅挑戰同埋衝擊。但係真理，上帝嘅話係真實，而且永遠長存，亦都經得起時代考驗嘅。上帝透過使徒猶大向當時嘅信徒，同樣向今日嘅我哋提出，要讓靈命更新成長，就要喺4個方向努力成長啦，包括聖言、禱告、主愛同埋憐憫。作為屬靈群體教會，我哋都以聖經作為信仰最高嘅依據同埋權威。我哋相信聖經係上帝完備嘅救恩，唔需要其他嘅權威嚟補充聖經嘅內容。猶大提醒我哋要喺至聖嘅真道上造就自己。喺猶大書第3節記載：親愛的弟兄啊，我想盡心寫信給你們，
論我們同得救恩的時候，就不得不寫信勸你們，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的爭辯。呢度強調咗真道嘅特性係一次交付俾聖徒嘅，並冇第二次，表示呢個真道係絕對嘅、完整嘅信仰基礎。猶大先提醒同得救恩嘅信徒所領受嘅係一次交付俾我哋嘅真道。真道就係聖經展示整全嘅真理，係我哋要竭力持守嘅觀念。今日我哋面對好多迷惑同埋挑戰，包括異端邪說嘅迷惑，包括世界思潮嘅衝擊。大家都會發現今日嘅世界對人嘅價值，點樣界定道德倫理操守嘅標準，是非對錯嘅觀念等等，都不斷湧現出新嘅思維、新嘅言論、新嘅想法。你判斷對錯嘅標準係乜嘢呢？喺至聖嘅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就係站穩喺聖經真理嘅基礎上面，好好咁研習聖經，讓上帝嘅話成為信徒思想人生、分辨對錯、判別是非嘅基礎。呢個係耶穌嘅門徒必定要持續持守嘅行動。聖經提醒信徒要喺至聖嘅真道上造就自己以外，仲提醒我哋要喺聖靈裏禱告。禱告對我哋嚟講應該唔會陌生啩？大家都知道要禱告，但係唔知你係唔係有同感？禱告係教會裏邊常常被提及，認定十分重要，卻又容易輕忽嘅事。我哋總會覺得基督徒嘅聚會唔祈禱有啲唔屬靈、唔成體統，但係祈禱嘅時候又容易好隨便。肢體甚至教牧同工喺聚會裏邊要分享、講道或者係負責某一啲嘅事情，但係都會作好準備。但係我見過好多信徒帶領禱告係唔做準備嘅。我哋會話聖靈帶領，但係禱告內容有時候卻可能真係一塌糊塗嘅。猶大提醒信徒，禱告係教會能夠堅立信仰根基重要嘅行動。聖靈裏禱告係依靠聖靈嘅感動同埋能力去祈禱嘅意思。因此，禱告唔係快快向上帝講完要向佢講嘅話，然後阿門，而係願意花時間聆聽聖靈嘅聲音，心悅誠服咁樣信服聖靈嘅帶領，以禱告去回應所領受嘅感動。其實禱告嘅重心唔係我哋要向上帝講啲乜嘢，係聽清楚上帝向我哋講乜嘢，再向上帝作適切嘅回應。以賽亞先知蒙召嘅經歷係好好嘅例子。喺以賽亞書第6章提出，先知任職祭司期間，喺聖殿供職嘅時候遇到上帝榮耀嘅顯現，仲聽到上帝嘅呼聲：我可以差遣誰呢？誰肯為我們去呢？以賽亞先知係先聆聽，然後回應話：我在這裏，請差遣我。
喺聖靈裏禱告美妙之處就在於此。喺聖靈裏為教會、為自己嘅生命禱告，就係要學會先安靜喺上帝面前，領受聖靈嘅感動，知道上帝關心嘅係乜嘢，然後祈求主讓我哋能夠按佢嘅心意回應佢所賜下嘅感動。呢個係讓教會建立信仰根基重要嘅行動。猶大書第20到21節提出活出以基督為主嘅4個生活向導，以真道建立生命。學聖靈裏祈禱以外，仲有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。呢個係我哋嘅生命可以屹立不倒好重要嘅基礎。請注意，猶大嘅提醒以我哋作為出發點，你要保守自己，保守自己喺神嘅愛中，係你信心嘅堅持。恩主唔需要保守你喺佢嘅愛中，因為耶穌對我哋嘅愛係絕對唔會停止嘅。羅馬書8章35到39節，保羅提醒我哋：誰能叫我們與基督嘅愛隔絕呢？然後佢提出一連串人生嘅挑戰同埋困苦嘅處境。到8章39節總結嘅時候就指出，呢一切人生嘅患難同埋傷痛嘅處境都唔能夠令我哋同基督嘅愛隔絕，因為呢個係喺耶穌裏面嘅。保羅嘅觀點同猶大嘅觀點如出一轍。猶大表明要常在神嘅愛中，問題唔喺神，而在我哋。原來好多人係會讓自己沉溺喺負面嘅情緒唔走出嚟嘅。耶穌明明講，凡勞苦擔重擔嘅人可以到佢嗰度就可以得安息。不過我哋總係要挑起自己嘅擔子，總係唔肯放心放手，將一切交喺主嘅手中。我自己都常常面對呢一個軟弱，侍奉經常會面對大大小小數唔清嘅挑戰同埋問題。有時候我都會問上帝，點解呢一啲事情會沒完沒了？特別係當你用自己嘅標準去判斷別人嘅時候，點解佢會咁唔長進？點解佢會咁唔屬靈？點解唔做呢一樣，唔做嗰一樣？我哋應該咁樣做，應該咁樣做。當我哋以自己嘅標準去判斷別人或者係教會嘅時候，好容易會跌入去屬靈驕傲嘅危機。呢個係傷害教會，更加係傷害自己嘅危機。而保守自己常在神嘅愛中，就係跨越呢一個危機好好嘅方法。從個人角度去思想呢個問題，要記得當你保守自己喺神嘅愛中，咁樣你會知道自己喺神嘅面前同樣係一個蒙恩嘅罪人。我自己喺神面前都冇乜嘢可誇嘅，咁點會有資格批評別人呢？從教會整體角度去思想呢個問題，就係縱然外在嘅環境係充滿挑戰、困難，
甚至攻擊。但係喺上帝嘅愛中可以跨越一切。既然冇任何一個力量可以令我哋同基督嘅愛隔絕，咁我哋要做嘅就係全然信任主不離不棄嘅愛同埋恩典，保守自己常在神嘅愛中得力，再得力，走前面嘅道路。但係點樣做到保守自己喺神嘅愛中呢？猶大提醒我哋要仰望我哋主耶穌基督嘅憐憫，直到永生。直到永生所表達嘅係堅持到底。提出呢一個堅持，原因係我哋常常會放棄呢種諗法。耶穌基督嘅憐憫係真實而恆久嘅。對信徒嚟講，呢個提醒嘅重心喺仰望。仰望可以有兩個重點，一方面係焦點嘅轉移，我哋嘅目光要由專注喺自己、喺別人或係環境嘅困難，轉移專注喺耶穌基督嘅憐憫同埋恩典之上。仰望亦都係信心嘅表現，因為唯有我哋心存盼望，先至有動力仰望主耶穌基督嘅憐憫。喺困難、苦痛、無助同埋危機裏面，點樣保守自己喺主嘅愛中呢？憑信心仰望恩主嘅憐憫，而且堅持到底，實在係生命成長重要嘅操練。唔知你有冇聽過一本好感人嘅基督教小說，書名中譯為《小屋》。我喺2010年讀咗呢一本書，後來呢個故事拍成電影，起名為《天堂小屋》。我認為書同埋電影都係好好嘅作品。故事講述一家5口嘅幸福家庭。一次旅行嘅時候，最小嘅女兒失蹤咗，種種跡象都顯示小女孩被一個連環殺人兇手擄走咗。作為父親，因為失去咗女兒，一直沉溺喺極度傷痛之中，亦都開始離開神。喺一次好特別嘅經歷裏面，三一真神以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形象同呢一位父親相聚，並藉此解開咗佢內心最深層嘅痛苦，係好有意思，亦都好感人嘅故事。詳細內容我就唔講啦，只係想提喺故事裏邊，天父對沉溺喺痛苦中嘅爸爸講嘅其中一句話。天父話：當你只係睇見自己嘅痛苦嘅時候，或許你就睇唔見我啦。同樣，當你內心只係不滿同埋批評，內心就冇上帝啦。當你嘅眼睛只係睇住人嘅唔好，人嘅軟弱，你就睇唔到上帝啊！有一位姊妹睇過呢一套電影之後，喺佢嘅面書上高回應以上嗰一句說話，我覺得佢嘅回應都好有意思。呢位姊妹話：不如我哋試一試喺苦海之中睇一睇上帝喺度做啲乜嘢啦。呢位姊妹嘅反省實在係好有智慧，睇睇上帝喺人嘅生命裏邊喺度做啲乜嘢呢？正正就係仰望耶穌嘅憐憫，好具體嘅行動。
基督係主，既然係門徒群體信仰核心，咁佢喺你嘅生命裏邊，點樣活出基督係你生命嘅中心呢個重要嘅生活態度呢？耶穌肉身弟弟猶大提醒我哋，要喺至聖嘅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因為聖經係讓我哋認識上帝嘅心意整全嘅唯一嘅權威，要按聖靈俾我哋嘅感動祈禱，透過禱告聆聽上帝嘅心意，又按主嘅心意去回應。呢個都係內在屬靈生命重要嘅操練。同時喺日常生活裏面，特別係面對人生嘅挑戰同埋困難嘅時候，要保守自己常在神嘅愛中。呢個愛已經因為耶穌基督嘅救贖毫不保留咁賜俾我哋。達成嘅方法就係持續不斷咁堅持仰望耶穌基督嘅憐憫，喺所面對嘅困難同埋危機裏邊察看仰望恩主嘅作為。呢個唔係容易嘅操練，卻係讓我哋活出信仰核心，建立喺主恩典上重要嘅操練。我亦都不斷喺呢幾個層面上高操練自己，盼望我哋一齊喺主嘅看顧、恩典同埋帶領之下，一起成長，成為建立信仰根基、活出信仰核心價值嘅門徒。